继续收看1989躁动的理想，台港中30年民主路的特别报道。2014年，台湾爆发太阳花学运，这嘛让台湾的民主运动佫呈现新的面貌。太阳花学运透过社群网络，现场直播传送消息，而且号召者甲参与者拢是真少年的年轻世代。安尼风潮嘛吹向香港。2013年1月。为着要争取普选，香港开始出现占领中权的运动。过当年的9月，真侪香港的大学生嘛发动罢课。香港超过120万的民众行走街头，为着要来对付着警察的号召喷雾，抗争的民众一人举一支雨伞，红讲是雨伞运动。雨伞运动持续25天，最后警方强势清场才来结束。抗争的领导者全部被判有罪。今仔日的香港，敢就是明仔载的台湾咧？台湾、香港两地少年人对政治民主，佫存在什么款的焦虑咧？做伙来关心。回归20年，中共是一步一步改变他对香港的承诺。1个礼拜之后，我们判刑，其实已经心中打了个底。如果我们是要进牢房的话，那很多沟通的事情怎么做？团结真有力，同胞要团结，团结真有力。2014年3月3日，50万的乌沙军前伫凯达格兰大道，这场反服务的大游行，创下太阳花学运另外一个高峰。一波一波的乌条，唔但表现了保卫民主、退回服务的诉求，更要冲击当时执政国民党的政权。我们不只是反对服贸而已，其实我们在倡议的，其实某种程度上是另外一种介入政治的形式，去宣传我们的理念，让号召群众、组织群众，用这种方式去改变政治。回想24天的太阳花学运是安怎改变台湾原有的民主运作的机制呢？那时候一开始异常很暗，然后后来有人找到灯，然后那个灯一开，你看到一场满满的都是人，你会感受到原来你过去坚持参与很多社会运动，努力希望叫大家来一起加入行动这件事情，你并没有白做。2014年3月17日，国民党立委张庆忠以短短30秒将服务协议存查立法院，计划几天后强行投票通过。然而国民党、民进党两党拢无想到讲，抗议学生、民众、公民团体利用突袭的方式冲入立法院。正式要求与马总统直接对话，退回服贸。学生攻占立法院了后，用网络平台串联，有系统将抗争活动有关层级分工合作。几天后，学运变成社运，全国各行各业的民众前来応援，并且提供物资加入抗争。最后，若逼执政国民党让步，将两岸服务协议按下。同时，立法院长王金平嘛提出制定两岸协议监督条例承诺。经过24天，585点钟的太阳花学运，伫4月7日暗时正式退场，开创台湾民主运动的新模式。在两岸学运监督条例草案完成立法前，将不召开两岸服务贸易协议相关党团的协商会议。我对全台湾参与这场运动、关注这场运动的所有朋友们，致上深深的感谢。少年世代就参加民主的新思维互相感染，6个月后，伫香港嘛发生一场大规模的占领行动。2014年9月2日，香港金钟、中环、铜锣湾、旺角以及尖沙咀等地主要的路拢予人群占条咧。香港回归以来规模上大的反政府的抗争就此展开。
抗争原因是因为为1997年香港回归以来，行政长官董建华、陈印环、梁振英、林郑月娥拢不是由香港居民票选就任的，是由特定的选举委员会选出来，一人一票选出特首这款小小的愿望，香港人唔捌实现过。大家最主要的希望就是可以把中英双方当初承诺会在香港实践政治改革、民主开放的这个诉求，可以把它真正的实现出来。周永康1990年出世，香港回归迄一年，伊才7岁。2014年，伊甲同款是少年世代前立法会议员罗冠聪，以及当时敢若18岁社运领袖黄之锋，为了争取香港普选，率先发起罢课，因串联非政府组织甲香港的民众，敢若9月29到10月7日，连续3暝，都超过20万人上街路。那在过程当中警方是用他们的警棍去试图镇压整个示威集会。那在过程中，他们用了那个胡椒喷雾，然后在市民跟警方的对扯当中，那市民就用雨伞去保护自己，跟抵挡警方对他们的一些攻击。因为雨伞在当时那个情境是成千上万的人都把雨伞拿出来那个画面令人觉得印象非常深刻。台湾跟香港很不同，因为台湾有民主，香港是没有，香港只有一些民选的议员，所以根本政府可以利用极度的这个暴力来控制社会，所以现在还是有一些言论的自由。但是呢，我们面对的就是中共的政权，不但是利用这个制度给我们有一方面有一些地方的打压，所以看到香港的前途我们是非常担忧。慢慢的收紧，好像是温水煮花一样。这场运动模式嘛，甲较早无共款。首先是站的所在真济，范围差不多遍布全香港，各界站的市民嘛拢自发性的参加。更加重要的是，这场发起运动的少年世代，甲台湾太阳花学运的成员互相有交往。318学运期间，甚至有到台湾乌燕嘛加入抗争。太阳花运动的组织编制甲传播方式，嘛间接影响到雨伞革命。当时候除了他们有些人亲身过来以外，因为当时候其实社交平台也已经是很方便的去交流不同的资讯。那在过程中，其实很多不少的年轻人看见台湾的学运的时候，都是很受鼓舞的。不过占领行动瘫痪市区的交通，造成部分香港人的不满，以反占中的名义，走上街路互相叫阵。冲突一触即发，诉求敢好都被政府接受，提出来敢会互人点油做记号这个问题，抗争的民众拢无想要考虑。75天后，香港政府下令以7000名警力强势清场。我们很痛心，本来大家很对这个一国两制、对基本法还有一点希望，都有点期待。等了20年换回来的是一个赤裸裸的一个谎言。雨伞运动它虽然没有争取到实质的政治改革，但是很多朋友都会觉得，一些他们不认同的价值跟想法，其实他们都深深埋在他们心里面。我希望是等待有一个适合的时机，有一个机会来的时候，大家可以重新去走出来、站出来，令到香港社会会有一个改变。这个事件结束后，香港高等法院宣判占中事件加雨伞运动的所有领导者拢都判有罪。这款的结果再度影响到香港人对北京政府的信任甲认同，存在真大疑问。My soul is still. I still believe in the power of love and peace. We'll continue to strive for Hong Kong's democracy. 香港对台湾来讲，一直是中共当作是一国两制样板。
今仔日的香港，敢是明仔载的台湾？邓小平50年不变的承诺，香港人敢悠远的相信？这个问号伫香港飘动。台湾、香港、中国未来民主之路，依然充满草刺。